台北捷运顶个月发生乱杀人的事件，有人伫咧网络顶头开始黑白讲话啊。其中呢，这台中市第2分局一名姓黄的警察组，伫咧社群平台闹话，讲要对市长罗秀燕等人不利。另外有一个查甫人，伊住伫咧台中清水，共款是伫咧网络顶头乱讲话，甲人恐吓。这2个人拢互提起公诉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看榜面部被迫害，文字写讲要对市长甲侦查队副队长这人不利。发文的是台中市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姓黄的侦查组，检方调查了后，查7个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嫌提起公诉。张贴涉及大规模随机杀人、枪击特定对象等具体暴力恐吓内容，足以引发社会恐慌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。认定张姓及黄姓被告所为，已明显逾越言论自由范围，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造成实质威胁，均犯刑法恐吓公众等罪嫌，提起公诉。另外，这担任中区作业员的43岁市长的查甫人，在8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，也伫社群发文恐吓，互新北3甲警方抓起来。伊讲是好算作业，相关互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嫌来起诉。检方讲，这姓黄的侦查组做警察3年，也是警专第1名毕业，有袂少家长甲技工的记录。也若伊有警察的身份，言行会使动摇公权力的形象，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真大。检察法院将当来量刑。法界是认为讲，应该对伊的心理状况来做判定。本案的关键是在这警务人员是不是存在精神上的障碍或心智缺陷。如果存在的话，他可能可以获得减轻其刑。所以检察官请求从重量刑是有道理，但是被告会不会从重量刑，甚至获得减轻其刑，很重要。未来必须依照医学鉴定来做明确的判断。律师讲，依法这侦查组会使加重量刑，不过若是有具体证据证明伊伫发文时，因为精神的障碍，也受其他心智的缺陷，造成伊辨识行为的能力明显降低，会使减轻伊的刑期。台中警方讲，姓黄的侦查组即阵停职，会看伊的实际状况来讨论是不是要改免一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